每一個微笑，最愛被愛的偉大。拍過無數電影同埋劇集嘅薛家燕，一直係好多媽媽喜歡嘅藝人。早前佢急病入院，就令到好多觀眾非常擔心。而今日嘅佢大病初愈後，就接受《天使心月刊》嘅專訪。因為呢次患病嘅經歷，令佢對生命有深刻嘅體會。而佢亦都好想借此話俾天下嘅父母親知道，有一種力量可以幫助你面對各種逆境同埋挑戰。嗱，即係好多謝大家嘅關心嘅。咁之前咧，即係我嘅身體真係唔係太好啦。咁啊，因為喺舊年10月嘅時候咧，我割過個膽嘅。咁啊，後來因為自己咧就一路工作啦，就疏忽自己嘅身體啦，咁啊引起一啲併發症。喺嗰個病嘅過程之中，我係好辛苦，辛苦到點咧就係唞唔到氣啦，呢度插到啲喉咧，因為每日都插到瘀晒啦，係急唔到插唔到啦嚇，係好痛啊！啲手呢度腫晒，同埋咧，因為胰臟問題咧，佢痛起上嚟係痛到背脊，我瞓喺個床瞓咗10幾日咧，係瞓唔到噶，即係痛到半夜3更要挨起身啦，同埋咧以為食止痛藥咧都止唔到噶，係要打針嘅先瞓到覺。嗰個過程係好辛苦，我都曾經自己係辛苦到咧匿埋喺度喊。喺嗰段時間咧，我就聽到我姐夫同埋啲醫生同我家姐講，就話：咦，要送佢入 ICU 啦咁樣。嗰段時間我就好緊張，咦，唔通我身體真係去到咁嚴重嘅地步？我係發生咗咩事咧？咁我第一樣嘢咧，我就求主啊！我匿埋喺度祈禱，主啊，求你幫我，俾我過呢一關啊！但係當我求主個同時咧，我就喺度懺悔啦。主啊，求你原諒我啦，因為過往呢10幾年，我真係好忙，即係我有祈禱禱，但我唔係成日都去 church。但係有樣嘢就係，當我祈禱嘅時候，我都瞓着咗覺。我話主啊，你原諒我啦，因為我當我每晚瞓覺之前，我好記得就係我一定要祈禱。但係因為我太攰嘅緣故咧，我係祈禱一半咧，可能我已經瞓着咗啦。所以我喺嗰段時間，我求主幫我過呢個難關。亦同一個時間咧喺度懺悔，主啊，求你原諒我，我係咪唔得誠心，同埋我係已經疏離咗你，定話我係冇做到我應該做嘅事嘅？但係我嘅內心咧，喺好矛盾嘅時間咧，我就有一個感覺就係，主一定會寬恕我，你一定會照顧我。第一，你知道我好緊張，我3個仔女，我跟住我爸爸，同埋我仲有好多工作係未完成嘅，我唔可以成個劇集就咁等低話唔做，咁累咗整個公司整體嘅工作人員。因為我喺嗰段時間拍緊個富貴門啊，我亦都唔可以電台一下子就話唔翻。喺嗰段時間就內心咧就喺度一路不斷喺度呼，主啊，你幫我，你幫我，你幫我咁。喺嗰晚咧，其實係我比較嚴重嘅一晚嚟嘅。因為我知道我身體裏頭咧係插滿晒喉啦，包括我要氧氣啦，我呢度要有營養啦，有啲吊緊鹽水啊，呢度唔知插嗰啲乜嘢，全身係插滿晒喉嘅。我屋企人好擔心，就話睇下佢今晚嘅情況係點樣啊咁，因為佢哋驚嗰段時間，如果因為我有肺積水啦。咁如果心臟負荷唔到，係其實就比較危險少少。
好彩喺嗰晚咧，神係照顧我啦，同埋係聽到我個禱告啦。喺嗰晚咧，我係慢慢咧好平穩係過渡咗。咁第二日咧，我個燒又退翻啲啦，同埋個病情又穩定嘅。我喺醫院裏頭咧，其實我好掛我3個仔女啦，因為喺嗰段時間，其實我3個仔女都喺美國嘅。我亦都諗唔到我自己入醫院，突然間會發生咁大件事，因為係一個併發症嚟，所以我就話：哎呀，我一定要想見到佢哋啊！咁，同埋我亦都第2日嘅時間咧，係我最辛苦嘅時間咧，我係見到我爸爸嘅。我爸爸好擔心，我係好難過喺嗰段時間，因為佢已經90幾歲，即係老人家仲要為我健康而擔心，你就諗下，我心裏頭幾難過咧。佢嚟到咧，知道我係講唔到嘢嘅，亦都冇擘大隻眼嘅，但係佢都話一定要嚟睇下我，睇我情況點，同埋佢要講嘢俾我聽，即係話細麗冇事㗎，爸爸嚟睇你，係俾我嘅支持。喺嗰段時間，你就係要交俾主咯，求主幫助你，帶領你點樣去做啦嚇。今次入院成10幾日，對我嚟講好大嘅體會，所以我都要係感謝主啦，因為帶領我俾我過到個難關，同埋俾我嗰個信心，俾我嗰個支持。另外咧，亦都係俾我一個感覺，俾我一個體會，就係話，工作係重要，但係自己嘅身體健康係更加重要嘅。而我咧就好細個咧，已經係出道啦，就憑住好多嘅機會啊，父母嘅栽培啊。同埋點解啲前輩嘅提攜咧？咁我8歲已經做童星，而且好早已經係成名，所以我喺我個人生可以講話係好順境嘅，就同埋係平步青雲嘅，一路好快樂。令到我最難過嗰段時間，當然就係我婚姻嗰度出現咗問題啦。嗰段時間令我係我人生之中最坎坷嘅境界，咁因為先生嘅走咗啦嚇，咁我又帶住3個仔女啦，喺嗰段時間係好點講，係我人生嘅低谷嚇，係好難過嘅。咁曾經有幾段時間咧，就亦都因為屋企嘅經濟啊。自己嘅心境嘅時候咧，係曾經係想放棄自己嘅，都係多得主啦嚇。好多時都係嗰段時祈禱啦，同埋嗰陣時我去教堂有啲教友嘅支持啦，佢哋知道我同佢哋唔係好熟㗎嚇。我曾經有個教會嘅教友咧都寄咗張 check 俾我，3000蚊。咁我就問翻佢：你點解要寄張 check 俾我？佢話冇，我係想俾你首歌買嘢食嘅啫。咁我話我唔使啊，我話我可以，我唔需要到個地步。佢就同我講唔緊要，呢個係主安排我俾你嘅。佢因為咧得着我憑住我嘅祈禱，我得着我都有另一樣嘢嘅優差，唔知佢先生定佢哋得到一份優差，得到啲錢，佢話所以呢樣嘢當係主送俾你啦。嗰陣時我好感動嚇，我冇收到嗰個太太個3000蚊，但係我就覺得佢個意義重大，比我嘅支持重大嘅嚇。教堂啲會友都有打力啦，即係支持我成啦。咁所以雖然喺嗰個婚姻上遇咗好大嘅挫折，喺一個困境裏頭，後尾我都能夠
係重拾自己嘅美好嘅人生。亦都憑着真情嗰個電視劇咧，而家大家下晝都有睇到無線播嘅。咁啊，好嘅角色一出咧，就真係受到廣大嘅觀眾嘅支持啦。係啦，一路到而家啦嚇。咁當然我自己都好勤力啊，咁所以我好珍惜大家俾我嘅機會嘅嚇。有啲咩工作咧，我都想接咗嚟做。咁但係咧，第二就疏忽咗自己嘅健康。咁自己一日一日成長啦，年紀有翻咁上下啦，咁就諗住唔緊要啊，我今日做到，聽日都做到嘅咁。咁變咗喺嗰個飲食方面咧，就唔係好定時啦。休息方面亦都唔夠啦。坦白講咧，我10幾年嚟咧，平均每日都係瞓4個小時到嘅。咁其實係真係唔足夠嘅。喺段時間，可能身體扯得太行啦，所以一有病上嚟咧，就形成好多併發症啊咁。咁當然啦，我真係要好大一個警號話俾我自己聽咧，我要珍惜自己嘅健康，唔可以話樣嘢都要做，要量力而為啦。